天性中自然的本能啊。哦，那么一个人唔免经过师傅，伊就会当明白了解，人呢，迄个伊自性中天然的本质啊。哦，就亲像一个囡仔共款，哦，一个阿囡仔，当生出来的时阵，伊啥物拢袂晓，伊只知影会晓哭。那么哭呢，就是伊的容颜啊。哦，一般老鸟会晓哭，哦，叫厝仔人伊嘛会晓哭，身体无爽快伊嘛会晓哭，但是这个咱有当教无啊？哦，既然无当教，为什么伊较会晓哭？所以这哭就是伊天性中自然的本能啊。哦，唔免经过人教，伊就会，这就伊的本能。那么，古人吹啊，古人吹啊咧，甲教的，伊自然就会当输。哦，别啊，我嘛无人教伊咧怎输啊。哦，所以这就是伊自性中天然的本质啊。哦，所以呢，既然伊自性中具有了伊的本能本质，那呢，咱要安怎如何去甲解决？所以过去民主嘛讲咱那年大汉的时阵，海地之徒，无不记爱之亲者，积其重要，无不记敬其亲也。也是讲在囡仔2、3岁的时阵，伊拢知影人去爱伊的爸母啊。咱大汉的时阵呢，嘛拢知影人去尊敬伊的名哥啊。可是呢，咱来看，囡仔有迄款，伊本来就具有了迄款的本能本质啊。但是为什么大汉的时阵，即款的能力就失去？咱来看报纸上，兄弟为着财产咧相告相杀足济啊。但是为什么细汉的时阵，较知影人尊敬伊的大兄？但是等到大汉的时阵，伊迄款能力已经失去啊。为着金钱，为着名位，兄弟的感情无好。哦，也是讲为着财产免过爸母的，咱时常伫报纸上拢有看到啊。但是迄敢是伊的本质本能吗？毋是啊，伊的本质本能，伊嘛知影讲爱伊的爸母，尊敬伊的名哥啊。但是伊迄款本能已经丧失去啊，已经袂记入去啊。爱靠着真理甲教育，爱靠着真理甲启示，伊较会慢慢去恢复着伊的本质本能啊。哦，所以呢，要管着本质本能，所以你看，为什么讲伊的量呢？当然就分了。咱要检查伊的量，当然就分了生理。伊的本能呢，会当分做生理本能加心理本能。那么生理的本能来讲，咱人的生理的本能讲，咱人的头毛，咱人的本能你若治起来，伊自然就会长起来，会发长起来。咱目睭会自然会当看物件，迄拢就是咱人的本能啊。就亲像一丛青仔，同款，伊有受到日光、受到水温、空气，伊就会长大。哦，还是一个囡仔，你甲饲伊几冬了后，伊嘛是会长大成人。这拢属于伊的生理的本能。那么心理的本能来讲，咱人生理的本能，拢受着物了所迫，气变所趋，你无法度显现出来啊。哦，就亲像过去咱的能力，为什么讲咱绿藻大鸡拢有看见？为什么肥灵
为什么闻到这真理大道无法度去开悟？因为就是讲，咱的智慧德上去互商业、烦恼、无明，甲咱安放掉的。既然甲咱安放掉的，咱就是爱想办法去解除，去除啊。所以第二点就是讲。第二点呢，叫做解除不白骗良知，也是讲，既然咱的良知良明拢有足啊，咱就是去互气病不了所无变了。那么什么是气病不了呢？所以老先生他来讲以前。后者真正应该讲，就讲以其故有，该因气孤不悲，该言称赞，无为万世加结法。也就是讲，咱的良知良明呢，咱每一个人拢有以为，就是因为了有气病所苦，不了所无白，你暗藏你把咱的良知良明暗藏掉的，使咱的良知良明无法度去显现出来。所以爱结缘，所以爱换钱啊！所以咱来讲，咱每一个人身躯有5项的气病，这5项呢，也就是讲贪嗔痴。咱人的身躯呢，拢具备
个将军讲，你是咧做啥物职业的？然后这个将军就讲，我是一个将军啊。但这个上主搁来看嘛讲，我看你若毋是一个将军哦，咱敢是一个屠夫。屠夫咧，也是讲，咱咧讲抬鸡啊啦，抬金星迄款的。哦，那么这个将军听起来足受气啊！哦，讲我是明明就是一个将军，互你甲我讲我像一个抬鸡啊、抬鸭、抬鱼啊迄款的人，遐尔呐地位足低就对啦，故意足受气的。即摆刀啊就掠起，就要抬这个白云禅师啊啦。那么这个白云禅师啊讲，地甲之门呢由此开啊。哦，那么这个将军听着这个禅师，他讲着这个话尔，伊当都用去切着啊。哦，伊就慢慢去感受着，慢慢去把这支刀啊收起来，伊就甲这个禅师讲感谢禅师慈悲。那么这个禅师就来讲，天堂之门由此开啊。哦，所以咱的日常生活当中嘛同款的，有当时啊会因为人一句话，哦，也是一件代志，会甲咱讨到咧。哦，这足简单的咧。哦，所以过去上天嘛咧慈悲啊，有当时啊会借着咱人来考咱人啊。哦，一个人的修养有偌好，有当时啊借着一句话甲考就知影安尼。哦，有当时啊听着一句无介意的，也是去插着咱的心肝的，嘛会随业起来呢。哦，所以这七轮神，过去人讲七轮神拿起来，活起来呢，会当烧掉咱的公正人。哦，所以咱是不是爱特别去注意呢？哦，那么七呢，也就是讲夫妻无地位啊。啥叫夫妻无地位？哦，也是讲，既然叫做道，伊毋知影人了解着因果来消业障。哦，因为搁在日常生活当中咧做作业啊，你毋知影，这叫做无知啊。哦，就亲像一般人说小讲的，哦，但伊三心来讲，哦，咱的过去拢有一款观念，就是讲食心补心，啊食肝补肝，哦，甚至讲食脑补脑。可是你也讲卖啊，食到尾啊，食到边啊嘛，肝面外，哦，会变结心嘛，还心脏无好啊，哦，也是血压低悬啊，哦，甚至咱咧杀生以前呢，佫会替伊念往生咒咧来欺骗家己，哦，你有看过去，我台湾妈妈咧念，伊讲念安怎？做鸡做鸟无了时，我来抬，你赶紧去哦，好起来做囝儿。实在咱人像迄只鸡啊，伊个毋知去出世就好起来做囝儿袂哦。其实这拢是咧安慰着自己啊，哦，其实这拢是咧安慰着自己。你毋知影家己咧做罪的过程当中，搁遐咧做罪
变臭啊！哦，所以去感受到这个紧张呢，伊就慢慢把这个空哥无完的心呢，慢慢降落来，慢慢降落来啊！哦，所以这就是办。那么伊呢，也是讲对道呢，产生了怀疑，对真理天道无信心嘛？这呢，拢就是阻碍着咱良知良明的五毒气病啊！哦，所以呢，这个咱一定爱去戒除掉啊。那么不了的也是讲，不了也是讲咱生活之物啦，因为咱大家都会叫生活之物去安康着咱的目睭啊。就亲像过去有一个故事来讲，伊讲一个家，伊下当时也要上班呢，就甲伊来讲，今仔日有够衰啊！哦，要出门的时阵，徛倒来要上班的时阵，互一只猫仔飞落伊目睭，害我白买了50块啊！那么这个伊就甲教讲你迄也有衰，我今仔日呢叫阮太太呢，对菜市仔经过，那么一领衫飞对阮太太目睭的，我白买了3000块。哦，由此可见呢，咱大人去互培养所蒙蔽是偌尔厉害啊！哦，所以大家来讲，讲知其知者，戒其不者。大家来讲，讲知其知，在戒其物，也就是讲，咱要维护着咱的良知良明，咱一定爱去戒除着了心物藏心物。咱一定要去戒除了心物藏心物。那么心物也就是所谓的贪嗔痴慢疑。那么心物也是讲咱一切世俗的不用，咱世俗一切的不用啊，不用戒除了心物，那么咱才当恢复着本性。所以大家来讲，君主呢信心不离稳迷，压力外国统一。这个无非呢，也就是要叫咱会当结心物，因为结心物呢，即互心土呀，苦心物即甲心愿呀，也就是讲，咱要维护着咱的良知良明，咱一定爱去戒除着这个气病甲不良，安尼才会当使咱的良知良明呢，为咱的心中发光发热啊！哦，所以这就是戒除不白偏良知。那么第三呢，叫做了无天命。了无天命是良知啊！哦，也就是讲，咱爱去了无天命，什么是天命呢？也就是过去讲做法来讲，讲做法来讲，不知命不以为君主啊！
经讲，人生而精也，体之性也，甲义分而动，性之用也。也就是讲，咱人的天性当中呢，本来是静体，因为受到外界的刺激，而产生了动啊。但是这个动呢，也就是是伊本来自性当中，迄是一款的冲动而已啊。所以这款的冲动也就是用，所以伊的用呢，有善用，有恶用，有好的，嘛有无好的啊。就亲像大家讲的，用人民正义天下，那么这个用是善用，也是中庸大家讲的，既用益而人，既用达而达人，这个用嘛是善用，嘛是好用啊。但是这个用拢是出自于咱的良心，出自于咱的道心。那出自于咱的良心、道心的这个，拢是善用，拢是好用。如果若出自于咱的人心、核心的，那这个用就是私用，就是恶用啊。所以呢，在修办的过程当中呢，过程真过者，恐惊咱的心用会有所偏差，所以伊不如己。所以伊不如己呢，来甲咱做一个规范，互咱有一个方向，有方向来去遵循啊。所以你也看咱修道不如己，也就是讲，无离开了修办道的范围，无偏离了真理天道的法则，那这叫做不如己啊。所以你看咱前头遮咧来做比，讲修行有三不离啊，不离道场，不离经典，不离结缘者。甚至咱有几嘛甲咱讲，叫咱爱循规蹈矩。也就是讲，顺着过以前过者，一骹无一骹印，一骹无一骹印，迄款脚踏实地的方向去对着前过者的脚步咧行，毋单去互偏错去。所以伊不如己来甲咱规范啊。所以呢，咱一定爱记了，就是讲，天命是咱的本质，咱的本质起来，就是爱搁去行出来啊！唯有真理，才会当真行啊！如果若无真理，哪咧你迄个行就行袂出来啊！所以咱一定爱去体悟着。那么第四叫知行合一。知行合一是真良知，所以咱讲的，唯有真理才会当真行啊。哪咧才会当知行合一，真正显示着咱的良知良行啊。我接着中庸的一句话来参咱做参考。中庸内底讲合生而知之，合合而知之，合困而知之，吉而知之，一也是良知。也就是讲，啥物叫生而知之？也就是讲，为人的伊生来的，伊就知影人修行学道。这款就叫做生而知之。但是为呢，爱讨对着学生，伊较知影来修行学道，这叫做合而知之。也是为在困难当中，伊嘛会当去发现修行的好处，这叫做困而知之啊。不管伊过着少方法来知影修行学道，拢是成功的啊。就以咱以前口所示来做一个比喻，为着
哦，那么它第二字，也讲为得亲，伊求得到了后，爱经过了办税开始，哦，经过这筹备，也是经过三阶班，也是先轮班，伊较知影修行学科的好处，伊较知影要来亲口授心，哦，这款人是有上有地位的，所以伊是合理第一啊。那么为经过这，为得亲，伊求得到了后，哦，经过这筹备开始，有缘呢对着亲口授心，就起了足大决心，搁而且犹豫不决，哦，但是呢，伊若当我身体叫医生检查的时阵，哦，血糖要变化，也是血压要真悬啊，哦，身体出了有毛病啊，那么伊较愿意要来亲口授心，即款的人就是有医学常识的人，哦，这也是叫做顺利之治啊。但不管伊是以生理之治、学历之治、运理之治，哦，伊拢会当来修行学道，这就是伊良知的显现，哦，这就是伊良知的显现。伊知影人来修行学道，但伊有法对足方法啊，哦，所以这就是伊自性当中显现的本质啊。那么行阿弥之治，行比例行治，行阿弥行治，行比例行治，行勉强理行治，吉利成功一也是良民啊。也是讲阿弥行治，也是讲在修办道的过程当中呢，伊对着修行办道足快乐，哦，足安定笃定，伊无要求着啥物地位。伊无要求着啥物回报，足快乐的在道中的行治，这叫做阿弥行治。那么行比例行治，也是讲，伊知影讲来修行学道，会当消业障，会当了因果，哦，会当互咱了解着业因，有利益的。哦，是有利益的，所以这叫做比例行治。那么行勉强理行治，也是讲，伊在事业上，也是在家庭上，足困难的当中，伊有缘可当勉强出来修行学道，这叫做勉强理行治啊。但不管伊是以对一种来行治，这拢是伊良知的显现，良民的行治啊。所以唯有良知良民的，会当显现，会当知行合一，那咧才是真正的
哦，一定会等到伊规空伫迄个呢，伊敢有遇到人？无。但伊有讲着无？请伊来过的时阵呢，上天告诉我真大的功德啊！哦，如果若咱伊即摆呢，以功德来计算法，哦，讲多一个人有3分的功德，上天拨你7分到10分，但伊嘛有遇到人啊？为什么上天伊的功德应该是0分啊？但为什么上天告诉我真大的宝贵？哦，由此咱来看，功德就是在你会当是量体量人的结论，伊行持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毋是布施供养之所求的啊。所以你也看过去，达摩祖师对印度来达摩的时阵，要度梁武帝，那么梁武帝甲人讲，定的一心。做事报，做事道亲，有何功德？那么达摩祖师讲是无功德啊！哦，为什么伊做遐济达摩祖师，他讲伊一点仔功德拢无？当然，伊的功德毋是建筑于自性当中啊！哦，伊是建伫外口呀，毋是伊本身像即个阿婆啊，伊遐尔决心，哦，遐尔决心。虽然伊度好人，但是伊的信心有够啊！哦，所以咱一定要知影讲，功德就是来自于心性当中的建立吧，来自于咱自性当中所生发出来的。所以咱的自性当中会当生发出6种的德性，这6种的德性呢，咱拢有啊，只是咱无去甲用而已啊！哦。哦，第一种呢叫做精神，也是讲精神呢，也是讲精神就是不治之神，也就是无害大的心，也就是真心专心一心嘛。哦，所以这精神的心呢，也就是讲咱修道上一种袂当缺乏的灵源。哦，也是讲咱修办道要推动的一款灵源就对啦。哦，所以这款的灵源就是咱有爱无了精神的心。那么这款的精神的心，就是由咱内心当中所生发出来的。哦，不管你是有捌字，还是捌字，还是毋捌字，在修办道当中的
伊就咧想，哦，讲咱人个药量咧，若无去除掉，若迄个咱无法，咱的迄个药量，若咱爽北的，会无自由，会无法度去了解着生死啊。所以唯有大智慧的人，才会当去除着咱心内的颠倒。唯有去除了咱的心垢，咱的欲望，那咧咱有咱才会当去超生了水嘛。所以伊甲这心咧，就甲佛陀讲啦。咱嘛佛陀咧，就照这个因缘，大个众咧就开始讲，大个众咧就开始讲。虽然两种的经啊，你若无了解经义，你若无了解经义，无搁照这个经的意思去行呢，那呢你无法度成道。但是呢，你如果若饲量一句技术，搁会当实际去行，搁会当实际去了解着伊的意思，那呢？你嘛会当成道啊！所以呢，也是讲咱修行过程当中，如果咱会当靠，会当捡一句，咱的前辈者时常咧甲咱讲，咱咧听经，你若一摆来捡一句，搁会当去照这个经的意思去做，你嘛毋免发小济啊！一句技术，就会当互你成道，会当互你成佛啊！除非咱做了真实的心，无害财的心，咱毋免发想济，一句技术就会当互咱开悟，会当互咱成佛啊！这就是真实的心。那么第二叫做圆法。圆法呢，也就是讲，咱在为人处事，也是修办道的过程当中呢，爱有圆法。圆法呢，也就是讲，咱爱有对接到代志呢，爱真紧速去完成，还是袂去常人去考察，袂去常人去争执啊。所以师尊老大人他甲咱讲。我呢，也就是敏捷卡先受，款呢，也就是圆润无角也是讲咱做一项代志，爱真紧速去完成，这个叫圆，那圆呢，也是讲咱咧做代志爱圆融十方，爱圆融，爱和气，五角花，就是讲袂唔通常常去考察。去争执，所以这叫做圆法啊。所以咱有几十五条，有一条叫做圆法应数啊。也就是讲咱在应
哦，所以咱一定爱在活泼的当中去应付，哦。那么第三叫做新鲜。新鲜呢，也是讲咱爱有收到呢，咱爱有新的作为、新的见识、新的见解，哦。因为过去的人拢甲咱讲，收到是好反的，是消极的。当然，咱爱以另外一方面的思维，也是角度来做一个见解啦。哦，因为为啥讲收到是新鲜，爱有新的作为、新的见解、新的方法，哦，就亲像大家甲咱讲的，咱爱古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啊。也是讲咱的收到、收入学科，嘛是拢过着时代的演变，道理嘛是拢在翻新，哦，有新的见解，有新的作为，这才是真正的新鲜啊。所以，就亲像院长大人甲咱讲的。讲咱咧收到一定爱记住了咱的身份，做自杀的工课，哦，只有咱的人生需要，那呢咱的本性才会当曝光。唯有真忏悔，那么必须大事一番，那呢才会当莲花化身啊。哦，所以呢，收到是一种新的作为，新的方法，那么道理嘛不是。
就亲像咱修行行道同款，有当时啊，咱要来寻找创新，嘛有这个勇气啊。哦，咱要来修行烦恼，嘛有这个勇气啊。如果咱无这个勇气，那咧在修行烦恼的过程当中，咱会受到考验，哦，咱会受到种种的环境的打击，咱无法度有这个勇气去甲承受啊。哦，那么第二就讲，咱有
去甲咱招来调的。虽然